众亲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新眼界，我是阿明张伟明，继续来关心咱台湾疫情的这个部分。今日新增加240例本土案例，境外移入是5例吼。另外较不幸的是，咱新增加2例这个死亡的这个案例啦吼。那么讲本土个案这个确诊数是比昨日较降，那么5万安尼这个趋势啦吼，会当继续来维持，继续降落去啦吼。不过咱讲今日这个台湾本土病例嘛，正式超过着境外移入的这个数字，过去一冬内底啦吼，咱看到讲哇，真正收入袂歹，但是伫吼少年线这几日内底，咱看到讲吼，这个部分吼，这个本土案例已经来到1121例这个本土案例啦吼，啊，境外移入的这个数字是1086例这个部分吼。咱嘛讲到这回疫情上重要，这个升3级的上北市，咱讲倒位上关键，艋舺好、邦桥遮吼上关键啦吼，因为遮自安尼吼，自安尼的这个中心偷偷探到咱规个这个台湾来去，咱嘛讲到吼，全台湾差不多有半数的这个县市拢有安尼的这个部分来产生确诊的这个病例。咱嘛讲到台湾遮细吼，真细这个岛屿啦吼，人口流动真正济啦吼，都惊讲哇，这个流动嘛影响到讲吼厝内底这个学生囡仔内底，咱嘛看到讲即阵已经去消化掉累积37名，从幼稚园也好，甲这个大学拢总37名吼，所以避免伫咧校园内底，佫真做是一个烧炭的场所。自明仔载开始，也就是5月19开始哈，全台湾各级学校拢要来停课啦吼，学生伫厝里来去做学习。咱嘛讲到连续4天，自这个180例、206例、333例，今仔日这个240例，这落降的趋势到底有啥物意涵伫内底啦吼？另外，咱嘛要维持着咱守护规个这个医疗量能，即阵无论公费也好，自费疫苗，拢总爱暂停吼。咱讲拢爱留互咱第一线的这个护理人员吼，佮医护人员，为着是要互咱的这个医疗卖放半吼，因为咱看到讲2大指标病院吼。一个伫高雄，一个伫咱讲的伫咧阿东病院吼，伫咧新北市遮，疫情传到南台湾，咱讲有一个行政人员确诊，另外佫有一个护理师吼来相性啦吼，所以另外伫遮爱看到讲新北市这个部分，咱讲伫咧院内这感染吼，差不多一人探差不多要10个人吼，尤其咱看到讲佫有一个死亡这案例，所以咱看到真正伫遮爱好好守护咱的这个规个医疗人员吼。即阵咱嘛看到一个好消息，真侪这个耳鼻喉科的这个基层医师吼，决定要投入咱规个这个社区体检的这个部分吼，继续要自咱第一线，甲其他这个护理人员、医护人员共同守护咱的台湾。透过今日节目，咱做回来对话。现在邀请节目顶所有来宾，第一位，咱们邀请中经医生医所兼任研究员何碧香。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第二位，咱们邀请这个基层医疗协会理事长林应然。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所以咱等下邀请到前卫生署长涂胜铁，甲咱节目吼共同来对话。首先，咱要来带大家来看讲吼，这回啦吼，咱讲的这个病例240例有小可较降，但是中安怎讲？伊讲哦，这代表咱会当望讲吼，这个趋势会当愈来愈少。但是伊讲吼，这几工吼，这个起落内底啦吼，安尼一工的这个部分无代表任何的这个意思，但是伊望安尼趋势会当继续下降，先做来听。今天我们有新增了245例COVID-19 的确诊，240例是本土，那5例是境外移入。那确诊个案中新增2名死亡，那按1522跟按2095。那今日新增的240例的本土个案为112例是男性，128例是女性。那年龄介于未满5岁至90多岁，年龄范围很广。那发病日、采检日介于5月5日到5月17日，居住的县市那分别为新北市106例，以中和区33例最多，其次台北市102例，那以万华区48例，桃园市12例，彰化县10例，基隆市及高雄市各3例。新竹县2例，新竹市及云林县各1例。5月19，从明天开始到5月28，我们全国各级学校，包含公私立幼儿园，就停止到校上课，那么改采以居家线上学习的方式。儿童照顾中心及补习班，我们也会同步的
来请学生停止前往。大专校院及高中以下的学生，我们是改采线上教学的方式，学生以居家线上学习为主。那么学校的教职员工仍然是以到校为原则。像咱讲到吼，这回这个本土案例啦吼，今仔日小可较降落去啦吼。自第一天双北市升甲第3级的这个警戒开始，180例，206例。第二天、第3天来到333例，然后光那是这个3天都已经819例去啊吼，加上今仔日240例破千啊，就伫这4天尔。咱讲过去啦吼，境外移入拢是较济，1008这个1086例，然后今日咱看到讲。正式来超过吼，咱讲的这个部分，咱的本土案例1121例吼，这代表是什么部分？吼，咱等下好好来请教吼。不过咱看到讲，规个这个趋势，自咱讲吼，这个4月20发行技术案开始啦，小连续咱讲1例、2例安尼来去产生。第二个部分，咱看到讲4月29吼 ，Novotel 这个咱讲群组感染开始传过，5月遮佫有小连续吼，几个这个本土确诊。但是上关键的时阵来了，咱看到讲5月11这个时间，伫咧宜兰娱乐场所也好，西雅会也好啦吼，小连续开始讲哇，这个本土案例是毋是开始变啊？咱嘛看到讲，迄当阵行政院长甲咱讲吼，咱爱小心咯。另外，佫看到讲，迄当阵这个过两天啦吼，16个这个时阵，看到讲网咖吼，这个地点啊内底啦吼，有另外这个确诊的这个部分，所以小连续拖到今仔5月18，安尼咱看到吼，本土案例正式超过着过去咱这个守护甲真好的这个境外移入的这个部分吼，咱继续来先请教这个好研究员吼。第一个部分是讲到咱升级第3级开始，公共卫生的这个部分较强力。来去介入啊！这3天了后，咱看到第4天240例，当然这个数字是落降无毋对，但是就亲像陈时中部长所讲的，一天的起落无代表任何的趋势，但是咱会当望什么无？对，咱部长讲的是真无毋对，这代表无啥物，就是毋是代表即马是发生啥物代志，因为用潜伏期吼的时间2天到14天来讲。假定讲咱5月15以前的传播吼，病毒安尼咧传来传去吼，咱拢无办法控制。是，迄是过去的代志，对无？过去的代志，迄阵发生的吼，2天到14天，上班就是2天到14天，所以一定爱5月15加14，就是5月28。是5月28以前所发生的吼，反映的就是讲5月15以前发生的。是。啊，这是假设讲，咱即马开始，拢大家拢点，拢无去，无搁较锻炼，这是这个假设。是。所以咱即马看到的，就是反映的，就是讲英国发生的代志。安尼是上好的，一个是上好的假设。是。啊，但是咱嘛爱确定讲，知影讲吼，咱的诊断吼是，毋是一个瓶颈，毋是讲。好，咱足侪人咧等，啊，咱再诊断一点嘛，所以咱逐工看到是个诊断，咱来确定毋是安尼，啊，但是这即马就爱互迄个中央来甲咱讲安尼是对啊，毋对？是。因看起来有咧甲讲一工因有18000的检体，吼，所以安尼看起来是有够济，但是咱毋知影讲点上重的位，譬如说万华，吼，艋舺。甲邦桥这位是有够还是无够？对，就是讲伊这体检量伫咧艋舺，还是邦桥遮吼？对，因为咱看是一个平均嘛，吼。OK。啊，上重的位可能是无够，啊，其他的位是 OK。所以咱即马爱小较注意一下安尼尔。OK，就是讲邦桥、艋舺这个所在，咱头拄讲着重灾区的这个重灾区，尤其咱讲吼，即马有真侪这个消息啦吼，传出着讲。过去伫咧这个地点内底做代志的，这个小姐拢是吼用着看护的这个名义来啦吼，所以咱进前嘛有讨论着讲吼，遮个人咱有一寡这个特赦令，互因鼓励因走出来，但是今仔嘛有新闻传出来讲，遮个这个吼看护用看护名义来去地点做代志的，遮个人有的人已经落难啊，落难表示着讲，这可能疫情，咱头拄嘛讲着第一张。讲到这个南部遮吼，可能嘛这个小连续确诊，
继续来避开吼，但是咱无望这个情形继续发生啦吼，继续搁请教这个秘书啦吼，咱头拄嘛讲到，这个快速体检这个部分，自第一天吼，咱看到讲陈时中和这个台北市长郭文哲做伙开记者会了后，因就设到这个吼体检站啊，但是咱第一天看到这个人是排甲叉啦吼，啊小连线有人讲，那你若无用这个线顶的这个方式啊来去做一寡吼这个注文啦吼，但是咱嘛看到讲，伫咧网咖也好，遮的这个人啦吼，可能因这个科技能力也好，还是因无够遐尔啊侪钱的，当去有遮的这个资源，所以人丁嘛是爱伫遐。但是咱看到讲吼，这个维持这个体检这个能量爱够，咱嘛看到讲基层人员吼，即阵嘛要投入到咱所有的这个体检的这个作业啦吼，体检的这个部分，你有看到什么款的这个欠缺的这个所在，会当提供吼这个吼台北市也好，新北市也好，尤其新北市总才第一个咱讲体检站的这个部分。其实这检验站吼，目前来讲实在是无够，你看足侪人去排队，但是伊发牌啊，是，普通是发200，上加300，啊，其他牌要安怎 ？OK， 无法度啊。是，你搁发到200-300，伊嘛要等几啊点钟。我听一个病人要甲我讲过，讲，吼，伊要等5-6点钟。啊，所以这个检验站事实上来讲，也无讲介够啦。啊，检验量也无介够。是。你网咖就18万人，啊，若真正18万人可以检到，你嘛无法度处理啊。所以医护人员嘛无遐济啊，所以医护人员伊嘛一工会当采检的量有限嘛。是。啊，但是讲实在，足侪人要想要去采检。但是检验袂了啦，所以慢慢咧消化啦吼。啊，当然优先的人是应该是讲，我有去伫网咖伫板桥有经过吼，啊中和啊，这个人我就拢伫遐咧加搭吼，啊我感觉我目前佫有镜头，这个人应该是上优先爱检查的啦。啊，若迄较无镜头的吼，迄较慢的较讲啦。是。哦啊，所以目前检查出来这个比率吼来讲。伊即摆超过10%嘛，是。啊，今仔日小可降落，啊，但是降落我是感觉袂当干那看一工啦吼。OK。你爱差看一礼拜啊，看卖咧吼。啊，若讲这检验阳性率的比率哪来哪减？我感觉这是好现象。是。啊，若讲这阳性率吼，一直称悬，比如讲今仔日10%，明仔载15%，后日20%，啊，表示这歹控制啊，歹控制啊。啊，所以今仔日看到这个现象，我是感觉真乐观啦 OK， 但是我袂当讲看一工就安尼讲啊，当然你另外个采检的量也真重要。咱有当时我较无重视这个数目字啦吼，我较重视的是讲这个比率，迄个比率吼，有慢慢咧减无 ？OK， 伊这比率也慢慢咧减哦，本来10%，今仔日变8%，后日10%、5%、4%、3%安尼落，安尼台湾就无问题。即摆3级的迄个控制，迄个级数吼，快当降去。第2级安尼就好啊。OK。免阁讲啊，大家好，大家拢袂当出门，袂当上课，袂当。其实吼，无上班上课是第4级的迄个控制，迄个级数啊呢，毋是3级呢。咱即摆拢超前部署，迄是拢伤过头的啊。伤过头啦。第3级事实上无讲停课哦， OK， 无讲停班停课哦。第4级才有停班停课，啊，但是无法度啊，即摆大家县市长，大家人心人惊。但嘛惊讲这疫情佫愈来愈歹，啊伊嘛歹交代啊。是。啊，所以我是认为讲大家吼，你若喙炎好刮，手好洗，这个疫情绝对会慢慢落，因为你要互传染着，普通你看咧地点啊啦，迄酒吧，所以会互传染着，就是拢无挂喙炎嘛。啊，你无挂喙炎，啊佫无要洗手，当然你会互传染着。啊，但是台湾我感觉即马大家吼真守规矩哦。大家拢喙炎咧刮，看着路人吼。我差不多找无一个人讲无挂喙炎的。OK。所以我感觉台湾安尼大家挂，安尼台湾有救。是啦吼，咱讲吼一开始为虾米这个网咖这个所在探真累啦吼，尤其这个网咖分局去做一寡这个监视器的这个调查追踪啦吼，伊讲若是进出吼，差不多伊去看到讲这个监视器的这个影像来去遐行大的人吼，差不多拢无挂喙炎，尤其一工就1000人遮尔济，这1000人若是安尼看到咱讲这是真个本土的这个部分然后今仔日尔，若是讲这1000人就安尼台湾安尼吼落去。
拢伫咱的这个社区内底啊，所以咱讲即阵嘛是这个社区的流行啦吼。啊，搁讲倒来这个体检率的这个部分，有两个好消息啊。头拄啊医师嘛小可讲到，咱讲伫咧网咖遮，这个快筛阳性率，咱第一天啦吼，看到是迄个180个时阵11%吼。咱讲100个内底验到11个人吼。另外第二天吼，咱讲吼这个200外例的时阵。咱看到讲9.7%这个阳性率，第三天333例的时阵10%阳性率，过来咱讲今日240例的时阵7.9啦吼，所以咱看到讲网咖遮吼有这个地点啊，也是讲这个活动数有88个人、67个人，阳性率有较降，有较降低啦吼。这另外代表是虾米款的这意思？咱继续搁请教署长啦吼。这个部分是一个好消息，但是咱头段嘛讲到吼，也有真侪乌数可能已经伫咧社区啊，安怎鼓励因出来采检咧？是对这个240件是这吼，坦白讲，我唔是讲遐乐观啦吼。这因为吼，你若无做啥物特别代志，伊凭啥物咧落来？吼，所以吼，你若看这240是安怎来？其中一个就是讲，伊的检查的量，我看伊写为5月初5左右到5月14中间收到的这个样本来检查，因为伤济检查袂了嘛，所以佮先做些甲看你的量安尼检查，所以这你检查量若济，阳性率变济，安尼当然佮增加嘛。但是吼，伊若总讲我第2个咱检查济尔，佮看讲伊的比例有下降无？第二吼，关于 SARS 的经验吼，这吼有一个疫情开始迄阵吼，大家疯起来，好媒体一直写，会足侪人来检查，足侪人来检查，若毋是讲你叫伊来，是伊家己想要来的迄吼，一寡阮叫做媒体疫情，伊家己惊来啊，所以阳性率会较少，会较少，所以少嘛袂使讲个开始反应呢。所以你看这是整体个案搁咧增加，当然即晚240是看起来是个案无增加啦。但你要看看伊是毋是有认真做者筛检啊？伊若筛检的个案无够侪，你当然检查袂出来啊。所以即摆这个量的问题，所以明仔载若准较悬，也毋免伤过。伊这个代表过去咱2礼拜的这个感染的部分啦吼。对，后面像吼，咱医师有特别讲，咱即摆做一项代志了，你是爱理论上爱一个潜伏期，咱为了较安心，咱拢用2个潜伏期，以后才会当看到你的成果就对啦。若种安尼，咱5月14较开始有迄个升级2级、3级嘛，但是好佳在可能5月11吼，大家个咧讨论个起紧张啦。家己个开始伫遐咧自我吼隔离啦吼，自我不要接触人，这阮叫做讲不封城的封城哦，咱人民家己起来。若安尼为5月11来到今日5月18，拄好7天，若安尼吼，他下来我就可以。感觉讲还可以接受，因为咱潜伏期吼是讲7天才平均是5天5.2天了，所以你2个潜伏期可以用10天，也可以用14天啦。所以咱的这样规定是要到28号，可以2个礼拜，然后就是讲7天的啦，14天的。但是如果在第10天就下来，我也不奇怪。但今天下来，我是稍微不敢太乐观了。唔敢伤乐观啦，因为你有讲到一个重点。明天再看，明天的总数如果下来，我们假设因为筛检的量能要努力是一样多。那如果阳性个案下来，表示我们从5月11号以后开始有做一些事情了。而且做一些事情哦，就真的让感染个案下，安尼个阿弥陀，安尼个就赞了啦。所以咱讲吼，头拄啊，这个署长讲到一个重点，5月11迄当阵开始啦，吼，咱讲本土案例，行政院长讲咱来收心啊，自迄个时间开始，搁有这个咱讲升到第3级警戒这个时间吼，差不多安尼算起来就是7天1礼拜这个时间。若是依照这个部分吼，咱讲嘛免当伤乐观，但是伊安尼。数字会当乐观，明仔吼，搁观察吼，差不多搁1天，搁小连续1礼拜这个时间啊。咱讲这个1礼拜，咱若是讲吼，这个 curve 会当安尼搁落来，咱就会当较放心一丝。但是咱讲放心，绝对唔是咱讲吼放外挂，然后继续咱的维持的工作嘛是继续啦吼。这个苏金昌讲，大家爱小心嘛。迄个小心哦，用行政院长出来讲哦，大家有小可惊着啦。所以大家有较小心啊啦。所以我是要讲是5月11以后，大家有较乖啊啦。有较乖吼，即马结果出来会当接受啦。明仔载若搁落来，我就可以接受了。明仔载若搁落来啦吼，咱嘛继续来观察。但是咱讲吼，即阵也拢是3级啦吼，大家咱讲
避免吼，咱讲吼无必要这个流动等等的吼。啊，其实属这张咱看到讲吼，是这个指挥中心所宣布的。咱讲因这个系统的这个发病这个日子吼，是5月初5甲5月17啊吼。安尼看起来，敢若是袂歹的这个时间吼，就是讲咱会当个控制掉，莫个往这个4月开始个杀进前。咱讲吼，若是5月吼。初5，搁加14天嘛，差不多19这个时间，咱当个观察马仔这一天的这个部分哈，啊，尤其17天搁加14天吼，嘛是要继续搁安尼算落去吼，差不多嘛是5月底这个时间。另外上重要，这个咱来去关心的就是讲吼，咱讲今仔日出现这个案例内底有真济吼，这个年龄层的这个分布啦吼，尤其咱讲集中伫咧40岁至59岁吼。查甫也好，查某也好啦吼，啊60岁以上的55个人吼，查某才有35个人吼，拢是遮咱来去观察这部分。尤其咱看到讲今仔死亡的这个案例，咱看到伫咧一个病例是伫咧亚东病院啦吼，拢是较老大人的这个部分。致死率咱看国际这个部分，全球的部分，致死率嘛是这个4大人的这个部分较济啦吼，所以遮咱讲避免着医疗人员帮盘。当前的爱互因做啦吼，所以咱看到讲，甲这个医疗人员拢吼，互当前来去做使用，然后40岁至59岁、60岁以上的这个部分，所以咱过去嘛有讨论过，集中版吼，这个加强版集中检疫啦吼，较轻症好，无症头好，拢去这个集中检疫所内底吼去做加强版的这个部分，医疗人员吼留互较当前，避免死亡率的提升。咱继续请教侯教授啦吼，安尼来去看这个国际上的这个比率来看。咱的致死率也是算低啦吼，14个人死亡尔，咱即阵2000多例这个确诊的这个部分，安怎去解释这个数字咧？时间还未到啦，因为咱即马是确诊出来的人，时间慢慢啊吼也好，有诶好起来，有诶佫较严重一点，所以爱互这个拢惊完，咱就知影讲这到底是偌济人，但是咱大概会上来小可估算一下讲，即马已经吼有41个人，吼是重。重症的吼，这重症的人，咱就知影讲，英国差不多数学吼，差不多是占3%，吼，以3%来算，差不多外口即马应该有1400人，1400，差不多1000人，互咱找到。啊，这表示讲吼，这是一个估算啦，这是上少的估算。用数学来去算。对，用英国的经验来算。啊，但是英国的经验嘛是甲咱讲吼。咱较老大人一定是年纪愈悬，死亡率愈悬。啊，最主要的就是讲，主要是因为年纪吼是甲迄个真侪慢性病吼，甲有关系啦。所以你年纪愈大吼，就上较有可能拢有慢性病，所以主要还是病，主要还是无健康吼，唔是年纪啦吼，所以咱这上，咱就一定要来注意这款代志。是，啊，即马看到的，就是这个数字吼，你拢会个变化啦。变化。对，所以但是上重要的，即马已经吼，咱已经有一个大家人有感觉到这个真大的压力吼，讲咱的医护人员吼，已经。真劳力吼，真拔啊，真棒啊，所以咱一定要注意，因为因做啥物代志，因逐项拢嘛因咧做啊，体检嘛是因咧做啊，吼，防疫嘛因咧做吼，大家拢足侪代志，所以咱即摆就要开始来想讲，是安怎会当甲伊减轻因的工作量。啊，即摆咱甲伊囥喺检疫中心咧，迄嘛是因咧照顾啊。啊，咱甲想看卖，无镜头的人，吼，踮咧厝的嘛是会使啊。啊，轻吼，真轻的镜头的人，踮咧厝的嘛是会使啊。啊，咱家己来顾家己，吼，家己来，来维持这个部分啦。咱要食较好的嘛会使，要休息嘛会使，吼，要开窗啊来呼吸新鲜空气嘛会使，拢会使啊，对无？啊，咱家己来照顾家己，啊，你即马你著家己看，你若感觉讲你有镜头，你需要去病院，你再拍911，安尼嘛是一个想法。因为咱即马过去去看吼，外国的经验，伊甲你讲，迄阵真开始的时阵，4剂嘛无够，检验的4剂嘛无够，伊就甲你讲，你即马吼，你若感觉你唔免住病院，你不管什么病，你唔莫来问我，你唔来问我讲你是毋是？COVID-19，你是不是新冠病毒？所以这是英国、瑞典、
瑞士拢嘛安尼做，啊，因安尼做，迄阵是无办法，啊，咱即马吼，啊，未到无办法的时阵，但是咱来保护咱的医疗人员，对，咱嘛会当开始来想讲，咱要来安尼做，是，咱即马来讲即款代志，政府也未安尼做，咱即马先甲观众朋友大家讲，讲安尼嘛是会使，啊，你唔免惊，吼，你家己照顾家己，啊，家己亲人照顾亲人，啊，你看恁兜的环境吼，是毋是安全，吼，安尼。咱家己来开始安尼。咱看到讲吼，这个指挥中心有甲咱讲吼，昨咱嘛伫节目头顶有讲到，这个 CDC 已经针对着吼确诊的这病例，若是踮伫厝，爱有啥物款的这作为啦吼。这个镜头的这个部分，你若是有镜头，咱过去咧讲的，一人带一间吼，啊，这个疫情啊，你要甲其他人来做分开啦吼。这个部分是吼，这个指挥中心一再来强调，今仔日嘛有讲到手部的卫生也好，也是讲吼，这个真正你若是真正无爽快。退烧药啊，其实会使去食吼，来缓解你一寡这个镜头伫咧啦吼。啊，咱头拄嘛讲到吼，这个部分若是真正确诊的这部分，咱真正较轻镜头的，也是讲无镜头的，你是采检确诊啊，你拢会使踮伫厝里，只要吼，甲这个手部卫生做好势。吼，咱讲吼，伫咧厝内，咱讲一人一室维持好势，拢会当啦吼。啊，另外咱要继续来看到讲吼，就是要维持啥物？咱讲这个医疗人员吼，会当来健全，卖互伊帮伴啦吼。所以咱看到讲，虽然说伫咧南台湾，这个吼高雄，这个凤山，这个跟病院，佮有这个咱讲新北市阿东病院遮，拢传出着有这个院内这个感染啦吼。所以避免着感染扩大，因是安怎做？先做来看。现在人员来到凤山林辉病院消毒，除了病院内部消毒了后，邻近的大街小巷每一个角落嘛爱消毒。有个病院对外5个里拢爱消毒，因为18号有一名伫这个病院服务的行政人员确诊着新冠肺炎。因为病院内底有真侪插供动症的病患，市府下令病院就爱清零。这个巷子还有那边的巷子，都是他出入的最常出入的地方，这是里民的反应。所以呢，我们那个清洁队现在就针对这个地方很密集的在做消毒，压力是很大，但是要说压力比台北的更大，大家都辛苦了啊，但是大家尽量来合作。这名行政人员有台北网家的活动署，坐高铁等的高雄转自中和到凤山火车站，10号那后天，13号去诊所看医生无发现，过工转去病院上班，15、16号无出去，17号搁再一届那后天较确定。市府紧急来控列的员工病患，啊，搁有厂商等等的人员，拢总303个人。初步采检94名员工当中，1名护理师有阳性的反应，已经紧急来治疗。因为这是属于第一圈风险最高的一群。那采检里面有1个护理师，他的核酸检测是阳性，医院有进行他们自己的健康检查的时候，他排在他的前面。市府表示，控制的人数爱分3个范围来采检，第3区的范围各外县市的人爱通知，预计搁1天才会当来确定着采检的结果。记者王刘婷、陈hen坤报道。咱看到讲吼，这个高雄这个病院啦、凤山遮吼做采检有1名护理师嘛来确诊啦吼。虽然讲真正这个医护人员，咱爱甲守护好势。另外，咱头先讲到这个阿东病院有这个小连续几个人来确诊，佮有传出1个人来死亡吼。咱就避免讲伫咧这个院内感染吼会当吼真正控制吼，莫互伊扩大啦吼。啊，所以咱即阵吼过去咱嘛有讲到。这个医疗吼，一寡这个思考上都要来做一寡这个转变，尤其吼伫咧能量头顶，咱要做一寡这个分配吼。咱看到讲，伫咧全台湾啊吼，迄当咧讲，咱的这个 COVID-19 的这个轻症的这个患者，伫咧过去拢会当得到上好的这个照顾，无论是负压隔离病房也好，等等这个病房，即阵咱拢要来思考来改变啦吼。即阵咱看到。全国负压隔离病房拢总是760床吼，分布伫咧87间的这个病院内底。现主时吼，也搁空的，也搁有200多床吼。另外172间有急救责任病院嘛，启动着专职的这个病房，差不多2412床啦。现主时差不多要1500床吼来去使用。另外空床数也搁有1床啦吼。所以咱讲这个医疗这个病床数。一定有够吼，只是咱安怎去做分配，啊嘛避免讲咱讲这个 curve， 这个趋势，咱头拄看到一张图，虽然我都有讲，避免咱讲吼啊行完2礼拜这个趋势吼，咱讲有一寡轻症头的，互因去集中检疫所吼，和这个譬如讲咱嘛过去讲过，10磅以上无症头的是较轻症的吼，拢带点，而且另外内底有啥物？有散素。
啊，佮有24小时的这个护理人员，伊简单来讲，嘛是一个这个医护站的这个概念嘛吼，医护人员拢在内底，啊，透过电话也好，吼，视讯的这个方式也好，来评估这个病患的这个情况啦，一人一息也是真重要。另外，台北各有5间防疫旅馆要转型或者集中检疫所啦吼，所以房间量也阁是真有够的吼。啊，咱嘛看到讲新北市则讲吼，可能要来起这个吼，亲像大陆这个方舱病院，咱即阵讲唔免哦，但是中讲无考虑吼来起这个方舱病院啦吼，互相来做一寡这个区别为原则啦吼。啊，咱讲校友为讲吼，未来要阁吼提出一款的这概念，但是咱讲中央甲地方讲讲真正无共调咧，这嘛是咱爱去思考的。另外，伫咧医疗营运吼落降的这个部分吼，咱看到讲台大病院吼，咧健康病房也好，互当前的这个病患来使用吼，强烈建议一般民众吼会当卖。无必要这个医疗，咱讲会当延前，就去延前啦吼。另外，咱看到讲基层医师嘛投入，今日这个上调这个 CDC 的记者会嘛，这个吼，这个工会理事长吼来去代表320名吼，这个医护人员吼，耳鼻喉科的这个诊所要投入政府所成立的这个社区体检。因为咱头拄嘛讲过，吼社区体检非常之重要。咱讲有一寡乌素，真正流入去，毋若是网价这个部分，也是帮助这个部分吼。所以体检的能力、医疗能力吼能量啦，继续搁请教这个吼林秘书啦吼，医疗的能量这个部分，安尼来去做，会避免着讲咱自这个升级吼，这个湘北市第3级开始，迄个惊吓，互民众迄惊吓讲啊，我过去的符合隔离病房都无够啊。即阵吼，甲咱讲拢总有够，吼，这嘛有受伊的这个意思伫咧。我想要首先来甲大家解释一下吼，你得了这个病，毋是讲你大家人就是讲一定爱重伤啦、爱死无，毋是安尼，大家免遐惊啦。是。这个病讲实在，你得着吼80%以下，拢是轻症甲无症头的。伫台湾可能更较悬，可能90%。是我目前重症的或者70几个，但是大院的呢，目前我会记到500几个，但是你若看全部的时阵，佫比这较济，得着的人较济，所以咱的重症的比率吼，连10%都无遐济啦。所以咱来讲，咱得着讲实咱无遐严重啦。尤其是咱的症吼，我讲咱台湾的症吼，甲迄个欧洲。即南亚迄个症无共款，即个病吼，伊对一寡较，即症状吼较厉害。欧洲即个症状，甲南亚、印度即个症状较厉害，因为迄个叫做古早有一个叫做尼安德塔人即个症吼，伊有即个基因啊，讲遗传到的人吼，可能较严重啦。即有迄个遗传学家去迄个统计过，所以。普通来讲，咱台湾来讲，咱这个症来讲，咱一般得着较袂遐严重。我是讲，咱过去来讲吼，咱较早是安尼，咱较早若讲，你若身躯有病毒，特别关在迄个负压的隔离病房。迄是上好的待遇啦。迄是较早啦，较早都无几个，咱就讲实，咱若无几个人得着啊，所以咱有迄个病房可以大嘛。啊，若真正讲未来啦，那咱咧讲吼。精神若变，咱政策嘛爱变嘛。那么一直国语都讲滚动式调整，咱嘛是爱变啦。啊，你即摆若真正佫较侪人吼，轻症的、无症头的，你袂使佫互伊住迄个负压病房啊，袂使住迄个隔离病房啊。你应该吼找一寡旅馆啊，集中检疫所去互伊住，甚至佫较厉害，伫国外，你若一个无症头的轻症，你住厝里呢？你看我甲你讲一个。英国的首相强生，伊得病迄阵，伊安怎做？伊住厝里啊，共款吞药啊尔。伊住厝里啊，再食药，佮电视佮较就开讲我，啊我小可喘啊，无要紧。啊有一工伊足喘的，无法度啊，甲送去病房啊，啊到尾嘛去住迄个 ICU 的加护病房。是。所以表示讲，因为英国迄人太侪，得着的人太侪，无法度就是安尼做。未来咱若台湾真正佫得着的较济，咱嘛是可能爱安尼做啊。是，其实这个去年啦吼，这个何教授一直咧推广，就是讲咱唔免个一直爱 PCR 这个二采阴，才一定爱互佮放出来吼。真正，咱的这 CT 这个数值若是有压悬的，咱就会使回出来，是不是安尼这意思？对，咱 CT 值若讲35以上吼，35吼。你即马不管你安怎去迄落做病毒的迄个
培养，拢是表示拢死的病毒。OK， 即阵的时阵，即款人你若甲看伊的抗体，吼，伊嘛是有抗体啊。OK， 啊，你即马你就来想讲，即个病毒吼就是安尼，啊，抗体就是甲伊包起来。啊，即个病毒互拍抗体包起来，伊就袂当搁去传染互别人。病毒互抗体甲包起来，对，都被拖出去，都被拖出去。安尼就是抗体的作用，咱是就相当于打疫苗共款啊。咱即摆来拍预防针嘛是即款道理，所以咱家己嘛是会当有即款免疫力，吼。所以咱爱开始安尼来想，就是讲安怎来保护咱的医疗的资源啦，吼，来个老的上重要的、有需要的。啊，即摆即个时间，足侪人吼，咱就甲伊讲。你若无讲真重要，你就踮咧厝诶，你小等一下，啊嘛是袂使等伤久啊。OK， 有真济，所以咱嘛是爱两边拢爱照顾。是有影啦吼，这个有传出着讲可能伫咧处理确诊来去死亡这个案例，嘛是有传出这款的这部分啦吼。所以这个咱讲真正。咱讲轻症头的、无症头的，也是讲住院10天以上的集中这个检疫所，这个能量嘛是爱甲准备好势啦。袂当讲我所有的这个人拢伫咧确诊，拢伫咧处理安尼吼，踮伫咧内底。啊，其实伊这个疫情有当时啊病情的这个变化嘛是真紧吼。啊，佫一项吼，咱嘛会当过来即落该保护咱的医护人员的吼，就是讲伊即马采检的时阵，拢惊讲你会传染着，所以伊拢穿甲。这隔离衣安尼穿甲啊真热吼，啊佫真麻烦。啊，即摆已经足侪文献吼，足侪研究拢甲咱讲吼，咱若喙烂配一个，是，啊放在一个位啊去检，嘛是共款，嘛是共款好啦，嘛是共款好。所以即摆免安尼咚咚咚啊，用喙烂配一个，嘛是共款好。安尼咱就家己配一个，啊放遐，咱即摆若要想讲要较大量的来看，差不多咱做到差不多的时阵，咱要来看讲啊，佫有偌济的。OK， 咱嘛会当想讲安尼来做，安尼佫较省。OK， 这个快速体检，然后佫这喙烂体检，咱继续佫请教这个署长。所有的检查当然拢有这个伊的敏感性吼。OK， 叫特异度啦吼。意思讲，你若准讲你做上的，即马啥拢用 PCR，PCR 会放大，所以敏感性也真好啦，啊特异度也袂歹啦，啊啥。即马抗原也是抗体吼，会快筛，即马打咧推出尔啦。大家要唔敢讲足依赖的，因为惊食阴性怎漏掉安尼就对啦。所以吼，这检查是安尼。啊，最近吼，因为吼，即马向阳出来足济吼，这个检查是一定爱增加啦。OK， 因为咱差不多400几日来吼，咱敢若有100个迄个本土的个案尔。但这4日尔，佮增加1000个。有影。所以这增加1000倍啊！这按照这个讲法，所以哦，这当然爱一路检查。啊，这检查出来吼，阳性要安怎？那以前是拢放入去负压隔离病房啦。袂使安尼做啦。他有遐济，无可能遐济啊。所以吼，重要无重要？SARS时阵吼，做上好之一的就是迄个A兰吼，因无因佮甲窗仔开开尔，伊才有迄个什么负压隔离病房。但是成果嘛足好诶。是。啊，所以吼，这内种有镜头诶。即摆我叫做什么集中检疫，理论上是唔对啦，应该叫做集中隔离啦，因为已经是患者啦。患者唔是检疫是讲啊有接触者，唔知会发病未？迄个检疫，但是不要紧啦，伊这个检疫所加强版的啦，就一个检疫所个单纯种集中检疫实在是就是集中隔离啊。但是这种的吼，我赞成啥？因为吼，你若真讲用一个为爱有护士、有医师，有啥会当照顾，大家较安心。是啊。啊，但是因也无啥物。佮无啥物大镜头啊，佮拢清正的啊，所以即马咱若真量能有够，嘛无一定讲一定爱设一个位啦。啊，过去SARS水就是肯定空军医院啦。啊，但是吼，你讲连较紧去人中国做迄，你看做中国黑白母的，伊只甲轻的有诶无诶怀疑，咱拢囥做阵都会感染啦。啊，这样子讲确定拢感染的是偌紧哦。啊，但是嘛是爱一人一数啦。啊，那安尼吼，有一些比较少的。病人、重症病人的医院，还是讲医院里面的一部分拿来坑，啊，不是讲袂使啦。啊，这个咱尽量要相信这个疫情指挥中心伊的调度啦。至于说这个方舱医院这个名说变做歹去啊，现在是就是意思讲哦，讲收一寡轻的，还是无症状的，啊，互伊点仔甲观察，啊，必要时甲小可照顾，啊，伊较袂惊遐。啊，村的病房咧，留咧互迄较重症的，互啊人迄个较厉害，这个。是做是对，因为啊无安尼吼，
你的医疗会崩坏就对啦。啊，所以用这个部分，但是莫去用方舱医院这句，啊，莫讲要去起一个新的，你去找一个兵营啦，去找一个对学校怎么，你用嘛是会使啦。有影咱真侪这个空的这个兵啊营也好啦，学校也好，啊，甚至医院，即马要这个医院呢，佢要有空间的，你去用迄个会使，不是讲啊遐集中啦。是，最上重要是讲要把这个医护人的量能保留给重症用，安尼就好啊啦。是，其他无遐。无讲我成功成赢啦，讲我安尼表示我较巧啦，无安尼啦。你是讲安怎用个安怎用，啊，这疫情指挥中心会看着伊的量来用。我若想我明仔载若比240较少，整个这下来吼，我看这根本大概不是非常的需要，就因为不大会引起医疗崩坏。OK， 啊，那安尼大家各自拢来努力，安尼应该是还可以渡得过去啦。有影咱嘛，望讲吼，今日240例吼，明仔会当继续来去落降吼。啊，伫遮咱讲真正望这个数字会当吼继续落降的这个前提，就是讲咱大家啊继续咱即阵咧做的这个部分吼。咱讲即阵无论是湘北市是第3级，其他的县市拢是这个准第3级吼。但是咱嘛看到讲吼，新北市长侯友宜一直讲，我要提升到这个准第4级啦吼。其实拢总唔免，只要咱过去的这个吼，咱讲即礼拜这个心理的这个紧张性维持好调，但是唔是惊吓。该保持好势，咱继续会当度过这个吼大危机啦吼。但是咱讲到吼体检嘛有一个大重点，有人讲我快速体检了后，我是毋是会当个代表我无代志啊？就会当拍照？毋是呢。指挥中心甲咱讲啥？内底这个所有工具拢有伪阴性、好伪阳性等等这部分吼。这个伪阳性这个部分可能也较无要紧，因为若是测出来伊是阳性，代表伊家己得啊、治着病啊。但是若是有讲伪阴性测袂出来这部分，要让人来看咧？即摆是安尼，这快筛吼，伊是用抗体甲蛋白质吼，啊，伊即摆伊就是较，迄个量较济的时阵，你较算得出来。但是伊差不多敏感度差不多70-80%尔，所以10个内底伊会2个是2-3个，上济2-3个，所以即款就是讲，但是主要咱是。望讲吼，这2-3个是迄病毒的量较少的，对，所以不管是虾米代志吼，是，咱即马全台湾大家拢爱看一个代志吼，就是看清楚啦吼，是，咱已经袂当搁转去甲吼，咱差不多3-4个月前，3-4礼拜前的迄款。快快乐乐吼，拢无烦恼，拢凊彩，迄是无可能的。因为是安怎呢？咱即摆开始，即个已经有进到社区。是。咱新北吼，咱有咧注意，会当个控制落来。咱所控制是干那讲，这真热的时阵，但是咱一定无办法，甲所有的迄个无镜头的人吼，甲吹出来。迄就一定，所以病毒吼，一直点拢点甲咱斗阵啦吼。这是新北的代志，我是感觉较烦恼吼，咱中南部，因为伊迄即马就是讲，你真歹甲伊讲，你即马真重要，伊就讲我都无看到病人啊，所以伊即马头一个病人，互你看到的是，通常就是讲迄个较严重的，后壁拢规关哦。对，你若一个较严重的，后壁差不多有7、8个，吼。轻症的，你即马搁较慢一个时阵，才会轻症的，搁点遐咧传播，所以大家拢，所以对即马开始，咱拢爱家己顾家己，家己顾家己，咱袂当去顾，咱莫搁去甲伊，互伊传染着，咱做家己该做的代志，这是上重要的。有影啦吼，所以咱看到讲吼，真济，咱讲吼，这个。3级吼是湘北市，但是其他的这个所在无代表讲恁拢唔是吼，这个咱台湾生活区，因为跟咱讲吼，这个台湾真正真细啦吼，这个一日生活空，安尼都惊得到啊。所以，但是咱会当望什么物件？望讲吼，预防针，疫苗吼，预防下会来，是一定会来，唔免甲讲，咱政府一定是真努力咧去争取的啦吼。所以咱即摆就等差不多。2个月吼，差不多，一直慢慢，因为疫苗吼来的时阵，伊嘛袂当讲你买这济，我一工就互你这济。OK， 豆来啦吼。一定是豆仔来，所以咱就要点等，吼，轮到你的时阵，咱再来拍。OK。
咱袂当讲点啊一直赶，大家都一直赶，咱就一定有一个安排，先的慢的，咱就大家安静来等就会使。有影，这嘛，互咱另外搁去回想到过去吼，疫苗拄好来台湾的时阵，大家咱看到讲，陈时中做第一下，新北市长吼买手嘛去做，但是迄个带动的这个效应敢若无大。第一个，咱看到讲吼，因为迄当阵大家都传出讲啊，这个预防针有这个副作用啦，大家会惊吓迄种心态，即阵完全拢爱来改变啦吼。咱看到讲，因为这个吼部分，咱看到讲预防针真正有伊这个效力。过去咱嘛来讲吼，预防针无论你是60%、70%、80%，伊拢是有效的啦吼。从这个新的这个部分来去看，啊，咱头拄啊，这个何教授嘛有讲到吼，咱讲真正好好等。过去咱嘛看到讲，这是2月。这个莫德纳伊互这个全球伊家己发出来这个新闻稿啦吼，迄当阵就讲啥物时阵会来，伊就讲吼 under the terms of agreements 吼，伫咧年中啦吼，年中写伫倒啦吼，这个 currently approved for use in Taiwan or Colombia 吼，年中伊就讲 in mid of 2021吼，所以咱看到讲，伫咧2021年咱即马5月中吼，所以咱讲年中就是差不多即个时阵，咱今嘛看到2个消息，第一个是这个 Reuters。路透社伊所发出来吼，伊嘛去问到咱讲全球这个疫苗这个联名内底，伊讲吼会尽量来去吼推测到咱所有的这个 COVAX 系统的这个疫苗会当来入来吼，毋那是。敢若莫德纳这部分 AZ 嘛会当继续来入来，另外就是看到讲美国吼，这个咱讲这个大赛吼，伫咧美国这个吼小美琴伊嘛讲到，这个拜登政府嘛讲到2000万剂啦吼，小连线毋是咱台湾啦吼，小连线会伫这个全球遮来去这个做一寡吼配送伫咧，咱看到讲美国这疫苗嘛是有够，因即阵嘛注到差不多啊群体免疫的这个效果伫咧，因渐渐伫咧解封啊吼，所以咱看到讲真正疫苗吼，咱免惊吓，但是咱进前。所有的这公共卫生继续做啦吼，咱阁继续请教林秘书啦吼。咱有人讲吼，这个疫苗就是咱过去的这个思考，我不爱做就是不爱做。啊，即阵咱讲爱守护这个啊，咱讲公费也好，自费也好，拢总吼，咱本地已经排到第8波，要互这个4大人来去做。但是咱即阵拢爱留互这个医护人员啊。对啦，讲实事啊，你来较早是安怎，大家唔敢去注意个 AZ 的这个预防针，就是因为讲。迄个会角啦，对啦，一寡副作用，一直红咧讲，报纸一直咧宣传。啊，另外就是安尼，台湾较早无疫情嘛，无疫情，但是讲会当等啊。啊，你政府佮讲，我落尾佮有什莫丹啊会入来哦，国产的会生产出来哦，大家咧等待啊。啊，所以迄阵无疫情，当然大家想讲等一下，会当就等啊。啊，即摆无啊，即摆爆发出来啊，即摆疫情爆发出来。无法度等啊！大家拢会去想嘛，大家拢聪明人。啊，你若即马无做，啊，我若得要安怎？伊即马就去想讲副作用较重要，还是得病较重要？伊就去想思考啊。家己去想啊！对，伫国外无问题，你 AZ 疫苗你有做你爱做啊，因为你无做你就得啊。是。所以不管有副作用无副作用，我就是要做啊。即马伫台湾。嘛，大家嘛安尼想啊啦，啊，若过去毋是安尼想，过去是讲大家是咧等啊，大家是要等莫丹啊，还是讲要等国产的嘛？所以我是想讲，咱也袂当去讲怪罪讲这个甲医护人员啦，还是讲较早的人是安怎无要去做？哦啊，即摆来讲你无做嘛会对，所以我赶紧来做，所以即摆我要保留一部分，赶紧互医护人员，我赶紧来做。医护人员无甲做。这医护人员拢着病，拢去倒伫门床啊！你看啥物人要顾这病人？对，亲像印度安尼啦。就是安尼啊！你看印度咧，医护人员拢走甲无快乐，无快影伊啊。是。啊，所以你即摆医护人员有已经倾注，我足侪迄个医生的朋友拢嘛咧问，拢我啊，当时会当倒来做，即摆要做啊。啊，所以即摆一定爱赶紧倒来互伊做啊。是。啊，希望当然是莫丹啊，甲迄个国产啊，赶紧生产出来啊。啊，逐个人赶紧做的。才有永久的迄个抵抗力嘛。是。啊，咱目前暂时是讲挂嘴烟、洗手，目的是讲莫互这传染一直去继续落嘛。所以第一期的政策当然是挂嘴烟加洗手。是。长期的政策就是做预防针嘛。有影。哦啊，所以这预防针，我讲较早真正是我讲足侪话，迄本身是咧做感染科的医生，伊本身就不敢去做迄个 AZ 疫苗。哦。但是你即摆敢问？我要做，我无做，我连袂对啊！尤其是咧看病，满世界拢是，我讲伊逐工咧看病，大家拢爱怀疑是毋是有啊？因为有诶无正头诶嘛是对啊，有诶轻症嘛对啊，迄
敢若一般感冒要哪分，我也袂当讲看着讲哦，你得了迄个武汉肺炎，看袂出来，看袂出来，看袂出来，伊甲感冒拢共款，是，有诶甚至无啥症头，伊嘛得着，袂分的嘛 ，OK， 袂分的只有是讲我来爱注阳性嘛，啊，所以即摆爱个政策爱个变啊，爱个赶紧互医护人员赶紧做，啊若无吼，你看这已经几个医护人员吼，治病啊，爱用啊诊所用关起来，啊一寡病院你看，伊若会感染了，几个迄个医护人员拢去隔离啊，是，袂当执行的任务啊，啊以后大家人拢去隔离，拢去住病院啊，啥物人要顾病房？是。所以我像这政策的，当然大概是爱政策是爱变啦，看情势无共款，咱的政策就歹无共款。国语讲叫做滚动式调整，啊，台语就是反正爱变，应该变就爱变嘛，咱袂当讲一成不变，就种安怎就一下安怎对口讲到尾，安尼就是无适应环境嘛。有影，这嘛是甲咱台湾人讲吼，过去咱看到讲吼流感，听这个韩国有啥物不良反应，大家就真惊，但是千万唔通安尼。我像过去这个林明书嘛伫节目顶讲过啦吼，咱讲着吼，针对这个预防性这部分，该当拍倒，该当做倒爱去做啦吼。啊，另外咱个来看到讲吼，这个因为疫情扩大吼，重要的这个措施啦吼，咱唔忙吼，唔好搁扩大啦吼，所以咱交通的这部分。实联制爱来去上路啦吼，这个客运也好啦吼，啊坐车你就去实联制吼，还是讲电子的这个票啦吼，代替高铁吼，相信即阵人嘛较减啊，但是你爱去做的吼，实联制的这个 QR code， 另外吼，政府嘛推出到这个实联制整合的这个版本吼，提供给全国运输业吼，甲民间的这个吼店家来去使用，但是咱讲吼，无必要。湘北市第3级，咱无必要就卖安尼个南北吼，一日安尼生活空安尼去。继续拍走啦吼，啊客运会当卖坐就卖坐啦吼，咱讲吼，即阵上中2礼拜吼，搁讲一遍。另外教育这个部分吼，已经自咱头拄一开始咧讲的时阵，咱看到讲吼，这个国中生吼，还是国三高三者啊，演变早湘北市吼拢停课，即阵全台湾吼，咱讲即阵已经嘛是37个人吼，这个学生囡仔自由节。甲这个大学拢有确诊，所以咱这部分嘛去甲控制起来。另外，产业甲民生者吼，油电水啦吼，啊，相信大家吼，昨个惊吓讲啊，又搁停电啊，等等的这个部分，咱讲上必要吼，上必要这个关键基础建设爱做好势啦吼。虽然吼，这个科技级、隔离衫、防疫物资，啊，搁这个卫生纸、泡面，才这个民生。必需品吼，未停止这重要这个产业啦吼，啊，经济部嘛转提供吼，这个90个这个生产工协会要继续来去营运啊。另外就是讲吼，这个大家吼，咱过去讲的这个 app 也好，这个吼台湾社交距离这个 app， 也是讲咱的这个疾管家吼，拢会当提供互咱去做一寡吼这个科技上的这个搭配啦吼应用，互咱卖伫这个疫情当中会遐尔惊吓啦吼。另外继续过来请教署长啦吼，咱看到咱这个公共卫生啦吼，这回若是会当。亲像网络所讲的，2礼拜甲动起来，虽然较无可能；4礼拜甲动起来，嘛有人讲是较无可能；6礼拜完全甲动起来，做互世界看，安尼看起来够有希望哦。这是安尼吼，咱台湾到目前为止吼，经济站要真世界讲，哦，咱做得真好啦。大家拢想，哦，这政府真高呢，伊这快速专业做防疫啦吼，哦，真做，啊，拢甲伊封伫迄个入来拢是甲你隔离，啊无甲你检疫，拢找出来安尼吼。事实上吼，这吼伫外国看起来吼，这无较简单做呢。伊这成功率吼，当然交迄落比起来是较好啦。是。但是搁较好的是啥物？搁较好的是人民会配合呢。OK。那这两项拢做起来，哦，啊，个当降是落来啦。这两项都啊，所以吼，咱来讲群体免疫下时吼，有2种。理论上有3种，但是第1种就是过去英国讲吼，迄个活死的讲拢互感染互了，安尼个好，无得用啦，互治病安尼啦。迄无得用，迄叫毋是咱过去的麻疹啥物迄个时代。但是吼，要另外一种就是注疫苗。注意用啥？预防注射是95%，算上好啊。OK。啊，那 AZ 吼，全世界开始差不多7-80啦。啊，但是嘛袂歹啊啦。我早去做。啊，去做了吼，哦，太拢少年的医师护士咧做啦，但拢种出来，所以讲无啥有够。啊，但是要另外一个，就是讲安怎保护家己这点，就是讲安怎讲戴口罩，安怎讲洗手，安怎讲补毛、鼻孔。这点若做好吼，这点是会当100%。互你家己袂感染的，因为你个拢莫去摸，啊病毒个袂入来啊咧。你虽然摸了保卫，但是个莫来摸你的鼻、喙个袂啊。所以吼，即马吼要做这吼，
人即摆讲叫做头仔林师傅讲，这叫做什么？Universal precaution， 一种把大家患者拢当成可能死啦。OK， 这伫艾滋病的时代，阮就是用这啦。即摆民众嘛安尼，民众吼，若果你无熟悉，你用甲当做有可能死，啊，你甲伊保持安全距离，无甲较无好，啊，甲伊洗手。有影。你甲大家拢讲有可能死，啊，但恁兜的人你当然唔知，当然知你可无需要嘛。但你无熟悉，有接触，你拢袂感觉讲这可能是，大家拢用即种，我叫全面性警戒啦，全面性警戒。因为我可是按哪安尼，你就袂着啦。啊，你若袂着，你也袂着，袂着，啊，佮亲戚免个出来啊咧。啊，所以我是无遐，若真像咱要较认真嘞，所以应该即马吼爱做较侪即落的教育。你去宣传这，唔通咱伊去喷啦，到时黑白喷啊，喷一寡，喷涂骹，喷壁，迄浪费钱啊，浪费时间黑白喷安尼啊？消毒水黑白喷鸡啊咯。哦，你讲这个咱咧做消毒安尼。你爱钱吼，起来买了吼。喷了唔对。对，你起来买了酒精，一人分一罐，迄较赢。就是环境中啊，咱无法度去防，莫安尼妄食就好啊啦吼，是。对，这上重要是你妄入来嘛，哎，壁啦什么迄，你若是讲吼用迄去切迄个楼梯扶把啦，去便所的门啦，迄我赞成。黑白喷迄才是。大规模安尼，水车安尼喷安尼无好啦。喷红看尔啦，迄专门讲是作秀尔啦。是。喷几点去嘞？感谢所有来宾嘛，感谢乡亲好朋友看，咱马在这位感谢多谢。我喷几点去？我了啊，不听提议。喷几点去？